针对金华城的弊案，营销比就开始态度轻松，讲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都是树头若栽，免惊树尾做风台。但是种种的事情拢显示，这个营销比甲心庆经唔是简单的关系。另外，进前有一个都委会幕僚人员开会时阵，表达甲心庆经无共的意见，事后竟然互营销比叫去议员的办公室骂甲青笑啊青笑。有什么部分要厘清的呢？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厘清，我觉得很棒。已经互北检约谈啊，佫讲甲真轻松，因为金华城用职案议员应晓薇被列为被告。虽然检方讲伊利用议员的权力，以披露轰炸人过条条的方式施压骂公务人员，抑佫应晓薇伊本身要伫法院往。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委屈，我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坚持做对的事 ，OK？ 要安怎算是做对的代志？之前有一个都委会幕僚人员伫会议中表示，甲心庆经无共款意见尔，事后就好应晓薇叫去议员的办公室问是安怎要反对，毋但安尼尔，应晓薇甲助理嘛捌开记者会骂过这位都心委员。检方那边可能已经有掌握一些事证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我觉得还好哎。就算事情被掌握，应晓薇嘛敢若袂紧张，这就是共党的议员钟小平直接讲出应晓薇甲心庆经的关系。他的代言人吧，不只是棋子吧，我应该这样讲啊，他们关系匪浅啊，特别担任过他沈春水基金会的秘书长，那也是金主啦，然后他也是结拜，至少是结拜的兄妹啦。应晓薇伫整个金华城案件为议员时阵施压骂公务人员，到互扣掉的这款的模样。嘛，袂说是演艺人生迄一般的大起大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